小弟来到新闻的现场，食饭时间手路菜要带大来食无同的手路料理，慢慢变较凉，慢慢反天气，又搁是秋天食毛虾季节。台中这间餐厅业者趁即马秋天食毛虾当着时，利用无同款的煮食方式来煮料理，拢总杀12出无同款气味的毛虾料理。特别跟咱台湾人爱食的花翅啊，也搁有这个菜蟳、三目孔啊来煮料理。民众食毛虾时，袂输敢若环游世界同款，要先食食客来试验者。在烧烫烫的高煲内底加米酒、甲香料、辣胡椒，然后让它滚一下，收一下汁。再来甲上重要的乌胡椒酱倒入去，再甲已经吹甲来分析的即马讲放落继续煮。这个动作袂当伤着急，爱用歪歪火煮12分钟。即马肉才会食味，等到汤收打了后，好食的新加坡胡椒虾就煮好啊。我本身蛮喜欢吃螃蟹，对啊，所以刚好这次螃蟹季来试看看。还不错。秋天食毛虾，袂当干来食一种口味，在汤头内底加香鱼、南姜落去煮，再搁加入咖喱、甲即马讲继续煮，升起来进前倒椰子酱来调味，搁较挂鱼子酱入去。东南亚口味的泰国咖喱虾嘛，真受人欢迎。我特别推荐就是这个泰式绿咖喱螃蟹，它可以融合到这个南瓜里面。那这个味道的话，我觉得跟一般你在外面的泰式餐厅是吃不到的。饭店业者探毛虾产柜，杀12出口味无同的料理出来，用台湾人上爱食的花翅啊、红鲳、3点翅啊来煮菜，加上外国的口味，让人食台湾鲳有一种咧食外国料理的感觉。啊，要像鲳啊上基的，阁唔拿一间餐厅。真正的红鲳吹好色，汤头内底加2只，刷落阁摕去吹，这就是较台湾味的花雕吹红鲳。软壳的鲳啊，煎过了后，放伫咧青菜顶的，加胡麻酱，食起来真清爽。里面有很多蔬菜，然后配这个胡麻酱，整体口感是很好的。各大餐厅业者杀各种的鲳啊料理出来，要互人客食一个够开。记者综合报道。